飛揚校園關注基本法2011，現在開始。大家好，嗱，首先喺呢一度咧，要歡迎我哋嘅同學啦，亦都要多謝老師啦，同埋校長俾呢一個機會我哋咧嚟到咧天水圍柏強書院呢一度啦，去到舉行呢一個活動。我哋有請飛揚校園靈魂人物啤梨葉文輝捧出啦，黃子軒同埋鄧子欣。我哋會問問題，你識答咧就舉手。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嘅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方針嘅體現係定係唔係呢？是佢哋係啱嘅。1997年7月1號開始，特區政府可以自行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務司司長、律政司司長，啱定唔啱呢？有個外國人喺度喎，咦係喎，啱啱啊！嘅。政務司司長同埋律政司司長咧，都係由行政長官去到提名啦，再提請中央政府去到任命嘅。嗱基本法我唔係條條都熟，但我最熟咧就係第25條啦。第25條就係確保我哋咧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絕對唔會因為任何人嘅身份而享有特權嘅，所以香港先可以咁繁榮安定嘅啫。爸爸買那個師奶影着塵，娃娃臉懷念飛機複製品，多少最愛已退隱，路過青蔥的國人，曾是我考得高分戰利品。我知道咧嗱，特區政府咧亦都有按基本法第81條咧設立呢一個終審法院、高等法院、區域法院、裁判處法庭以及其他專門嘅法庭咧，去負責審理大大小小嘅案件，確保香港司法公正。係一個憲制性嘅法律嚟嘅，咁喺全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咧都有效嘅。而呢一個立法機關咧所制定嘅其他任何法律條文咧，都一定唔可以咧同基本法有抵觸嘅，係咪咧？咁跟住咧，淨係呢樣咧都足以證明咧基本法係有幾重要啦。好嘢，識晒字喎！最愛你這次有。咁咧呢件 T 恤咧就係阿欣婷畫嘅。嗱頭先咧同學仔嘅意思，佢畫嗰個 T 咧就係咁樣嘅，有一家人啦，咁啊又搭住膊頭啊，咁有個地球儀啊咁樣。你哋兩個畫咗啲咩咧？我唔係好過你畫咗啲嘢。我畫咗就係捆多咗個心嘅，咁點解咧？哇！真係多謝你咯！綠色嗰中間嗰個圈啊，嗰個針啊。係啊，中間嗰個心連心啊嘛。紅出啦。寫啊！哇！寫字嚟喎，呢啲叫喎，呢啲唔叫畫。精而準，簡而見。咁啊係喎，因為我哋嘅主題就係咩啊？愛多 share 啊嘛。好啦，嗱呢一件 T 恤咧，將會送俾呢一位同學，希望你可以做留念啊。It's my life now or never. I'm gonna live forever. I just wanna live what I like. It's my life. It's my own, my brain. Bring it down in my head. I just wanna live what I like. It's my life. 今日再次多謝晒各位同學仔，俾啲掌聲自己。